經歷咗幾個月嘅沉澱，因應12月即將舉行嘅第2次個人演唱會，近期頻頻露面，竟然見到一個煥然一新、輕鬆開朗嘅姜濤。面對記者嘅提問，更主動提及西環墮海事件，佢仲笑住咁回應：人冇事先有突破啊嘛，係咪先？嗰種自信嘅眼神、豁達嘅心態，擺脫咗過往嘅拘謹同埋迷惘，就好似重生一樣。唔怪得今次演唱會嘅主題就係共生與重生啦。呢個咪就係佢而家嘅寫照咯。入咗行7年嘅姜濤，或者一切都嚟得太快，被捧上天嘅同時，亦令佢跌入谷底。成名嘅代價隨之而嚟嘅就係輿論嘅壓力同埋網絡嘅批判。一言一行都被無限放大，令到佢連氣都抖唔到，甚至差唔多崩潰。面對洶湧嘅負評，佢更加質疑自己萌生退意。好彩嘅係，經過休息同埋沉澱，佢終於揾到屬於自己嘅哲學，透過調整心態，學習接受唔同嘅聲音，將負評變成養分，當係自我審視嘅契機，學識擁抱過去，同負評同埋壓力共生，先至可以成就今日嘅重生。佢唔再只係追求外界嘅肯定，而係學習喺讚美同埋批評之間揾到平衡。佢更加領悟到應該用平常心，喺適當嘅時候就要淡化外界對自己嘅影響，重新專注喺自己身上，先可以令到思路更加清晰。回歸初心，揾翻嗰份表演嘅純粹，先至係最重要嘅課題。姜濤透過反思同埋調整，佢一步一步咁走出陰霾，從跌倒中企翻起身。其實並唔係逞強，而係選擇重新企穩。呢個都唔係逃避，反而係一種主動嘅接納同埋篩選。佢好多謝粉絲嘅愛護，亦都理解佢哋嘅擔憂，但佢更加希望用自己嘅方式去面對風浪，因為呢個係佢嘅人生課題，亦係佢成長嘅必經之路。事實上，姜濤嘅經歷同埋覺悟就好似人生嘅教科書一樣，有人肯定你嘅同時，亦必定會有人否定你。呢個本來就係社會嘅常態。其實人生唔需要完美，但求無愧於心。與其糾結喺其他人嘅眼光，背負沉重嘅壓力，不如先問下自己，呢個時候嘅你係咪忠於自己呢？只要無忘初心，認清楚方向，自然可以昂首闊步，勇敢咁邁向新嘅一頁。大家有乜嘢說話想同姜濤講，可以留言支持一下。多謝收睇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。多謝。